保育类的乌面大杯来台湾过冬的数量是愈来愈多。不过最近伫家己布地湿地的乌面大杯，有几只伊的食骨着上流火。伫高雄家庭湿地也发生一礼拜以来有少连续10只乌面大杯破病软脚或者是死亡的情形。初步检验可能是巴顿杆菌中毒。 这只乌面腊杯伫个喇叭地哪行哪掠鱼仔讨食，不过伊倒边膝骨刷规片红记记，应该已经受伤。民众一看，熊熊惊到，赶紧通报。一个黑边皮肤身上怎么红色的？那一看呢，哇！ 比较用特写的镜头，还有看到他呢都在那个觅死，但是他受伤呢还可以走一段路，那觉得不是立即的危险。听小鸟的人士找到伫家己布地谷中头前的喇叭地，发现这只受伤的乌面腊杯，有人怀疑敢是互人用风枪弹受伤。加在过灯工去看，这只乌面腊杯有缘甲其他鸟仔做伙。 以前的经验里，曾经发现，旗鼓啊，曾经发现是因为可能去撞到这个树枝，或是撞到天线，这样的距离，你夹了 PP 弹啊，或是什么，要打它应该是打不到。唔那惊乌面腊杯受伤。 最近鸟友上烦恼的，应该是乌面腊杯伫高雄家庭收连续出现软脚甲死亡。大生是志刚发现一只软脚未飞得。 赶紧甲救起来送病医，刷落来就发现尸体。现在有一排黑面琵鹭，后面的那块浮岛那个位置的鸟友，他就在这里拍照。然后拍照的时候，他透过那个镜头，他觉得有一只鸟就躺在那个地上这样子，那就通报给我们知道。 连续一礼拜，伫家庭拢总发现7只死亡的乌面腊杯，以前毋捌出现这种情形，尸体已经交予动保处处理。 经其中就是2只出来做化验，那即马初步的诊断是比较偏向迄个肉毒杆菌中毒的部分那因为其他可能佮考虑到其他的原因啦，所以讲一寡相关的单位嘛去现场化验迄个水质的部分啦因为今年的雨水较少嘛，雨水较少有一种可能性，就是讲容易发生水质的一种反应出来的是。 会产生那个厌氧的状况。那厌氧的状况来讲，鱼仔死伫内底伊就有肉毒杆菌。其实这个月伫家庭喇叭地已经出现300只乌面腊杯来过冬，数量比往年更较多，原底是好代志。小连续有乌面腊杯中毒死亡。 永工处已经采检当地水质，因为伫高滨溪嘛有类似的事件，今年佫拄到雨水少，当地民众嘛希望爱监控水质佮生态，互乌面腊杯有一个安全的所在通过冬。记者综合报道。